经济甲工业发展，海洋的塑胶本数是愈来愈多。嘉义县新港本教基金会邀请生态环境艺术家，展出用塑胶本数做的艺术品，思考海洋污染的问题。那个我是仿玉溪龟成年的海龟的骨架去做的。艺术家向国小学生囡仔小解伊的作品，在每一项作品顶面拢有使用海洋也是海边的本数。艺术家希望观众透过伊的作品来了解甲反省台湾目前的海洋环境。海里的这海豚也好、青鱼也好、海龟也好吼，会有死亡吼，这是咱人类吼造成的所以这死亡的生物吼，我就来叫做新天使。这新天使吼集结伫咱的新港这25号仓库内底吼，就构成吼一间海神庙。除了海洋本数斗起来动物以外，艺术家搁甲主办单位新港文教基金会用经济站新港宗教活动扣动的本数来设计办道的道菜，要透过这个作品，互民众感受生活中塑胶本数对环境的破坏。原来这个本数一寡这废弃物呢，透过这个艺术家呢，当变成一个足好的这个对这环保的教育的这足好的题材。这生活上所用到的物件。希望大家尽量来节省，互伊这个会当污染的这个部分会当减少。这个展览会伫新港文化馆25号仓库展出到7月初。新港文教基金会表示，台湾的4颗位啊拢是海，希望互民众唔若知影海洋环境的重要，嘛来重视塑胶本数对环境的影响。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